辉达海外总部要设伫台北树林科技园区的 T17甲 T18基地，台北市政府甲成功领袖的解约协议按算后礼拜会有结果。成功领袖是表示讲，目前的沟通阁算真顺利，嘛讲黄玲芬下晡就会来台湾，若有机会当然希望会当来见面。黄玲芬明仔载会去新竹甲张忠谋做伙来参加第7场的运动会。 辉达的海外总部确定要设伫北树科 T17、T18基地，成功领袖和台北市政府的分手费确定是44.7亿。市场关心签约的进度，新手母公司大新新光金讲一切顺利，上紧后礼拜会有结果。辉达会留伫台北。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，比如说会计师要来确认，那董事会要通过，应该下个礼拜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走了，目前都很顺利，从来没有想要从台北市民、中华民国的国民纳税人这边拿到任何1毛钱。黄仁勋今天最快就有可能来台湾，那我们这边有没有可能会想说借机也跟他见面来？没有了，有机会见面是很好，但是我不确定他的行程。 等解约注销地上权了，北市府会用专案设定地上权予辉达。不过市长今晚讲，希望辉达会当用一定的资本额伫台北设子公司，袂当用新加坡也是维京群岛的分公司来市政府签约。站在台北市的立场，我们当然希望他可以选择设立在台北的分公司。我想，不管对于整体产业。 税收能够带动的这个全面的提升，我想这个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他们审慎的评估。那我想辉达他目前也正在研议当中。辉达执行长黄玲芬初八会去新竹参加今年大江大厂第7届的运动会，和创办人张忠谋做伙翕相。另外，外口风声讲。 辉达会当定案，是因为张忠谋和房企的施金营2个档的劝说新秀再当成功。对此，大新新光金表示讲不知情，并无正面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